大家好，今次沙田黃昏馬商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3場4班1,400米嘅銀騰，第9場3班1,200米嘅非凡豪傑，同埋第10場3班1,600米嘅名揚四海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4場4班1,400米嘅金尖帥，第5場4班1,200米嘅嘉應駿馬。但係咁快飛飛咧，開始上嚟挑戰啊！外邊追上嚟噶嘛，仲有呢隻咧就飛躍成就啊！出邊啊手機標能啦，埋邊位置就豐功偉績啊，天福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到啦，咁快飛飛之嚟1個失米㗎，外邊咧就飛躍成就啊，中間位置有天福啦，外邊咧仲有手機標能啊，接近終點，咁快飛飛贏馬，跑第2名飛躍成就。第3名呢，外邊啊手機標能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出邊灰馬銀騰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快飛飛都唔係自己放喎，自己放又贏，咁啊跟前跟住人跑一樣都贏馬。等入邊紅衫咁啊有呢隻呢就係正本唐心啦，中檔位置仲係有備而戰啊粉紅衫，後呢個馬匹啦響個馬林裏邊揾緊位啊，咁啊見到呢隻呢就係跨境寶馬，最出嗰邊係非凡豪傑啊，最後200零米人和家興佔先啊，中間位置有包裝天王啊，再邊一陣風上嚟啦，就係呢個跨境寶馬，中間仲有隻有備而戰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咁啊中間佔先係呢隻有備而戰，拍住埋邊人和家興出邊，仲有呢隻跨境寶馬入邊有包裝天王。哇，其實4隻馬都好接近啊！不過第一眼望落去呢，粉紅衫嘅有備而戰呢，好似佔先啲，埋邊人和家興又未散得晒，出邊黃衫係跨境寶馬。無畏傑馬房名揚四海今年3月先至初次上陣，到前一場增程上1,600米，喺直路內閃之下，仍然跑得一直季軍，輸俾頭馬共享富裕半個馬位。位置安都上咗嚟，拍住嚟鬥埋邊啊！共享富裕啊，內欄嗰邊有啲內閃喎，名揚四海啊，後多層馬仲有活力拍檔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3隻馬平排之後，咁啊衝刺之下埋邊位置共享富裕上咗嚟贏出呢場賽事啦。上場再戰同程喺出閘笨拙。直路又一度受困之下，姍姍來遲得季軍。呢匹3歲馬表現持續進步，而且季內只跑過5仗，體力上有優勢。今次換上田泰安操刀，可進一步提升名次。魅力之耀佔先啊！外邊追佢嘅馬有大回報，內欄上嚟仲係安都，中檔第4位呢仲有名揚四海，大岸泰力上緊嚟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安都埋邊佔先，外邊有大回報，中間係名揚四海，贏馬嗰匹係安都啊！係安道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英俊飛區㗎啦，中間魅力之耀上緊嚟追佢啊，中檔粉紅衫有呢隻就活力拍檔啊，後邊紅眼爪咧榮進大道等緊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有火悟空啊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北斗福星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咗係活力拍檔啊，呢個時候榮進大道揾到位上緊嚟啦，咁啊再見到埋邊位置係魅力之耀，中間安都出邊火悟空，接近終點榮進大道贏啊，跑第2名活力拍檔。第3名係安都，第4名係火悟空啊！仲有啲優勢啊！沿住內欄一路追緊上嚟，就係呢隻金匯千歲，中間有線路萬里，中檔位置仲有勤德天啊，外邊係男神，最出仲有開心老闆啊！最後100零米沿欄打咗上嚟噶嘛，係金匯千歲啊！咁中間有線路萬里，出邊男神贏馬嗰匹係金匯千歲啊！跑第2名，線路萬里就中間。揈咗去中間追，紅眼罩就係老鼠班，出邊位置有大財，外邊啊星光大道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快樂高球接嚟咗半個身米，嘉應駿馬已經係沿住個中檔推進啦，出邊上嚟嘅馬有老鼠班，後多層呢先見到宜昌光輝啦，外邊啊星光大道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駿馬走甩咗半個身米，外邊老鼠班追緊上嚟啊，中間位置有宜昌光輝，外邊啊大財嗰啲馬，接近終點嘉應駿馬贏啊，跑第2名呢就相當接近啦，老鼠班。就紅眼罩，灰馬埋邊，宜昌光輝外邊，仲有隻大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駿馬入彎就已經係慢慢上嚟走啦先，老鼠班係咪第2嘅？